而家買樓都有團購啊，一間、兩間、三間，只需要100萬，首期15萬，即係呢間5萬、5萬、5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嗱，可以望望，月供嚟講咧，都係千零2000蚊唔到嘅啫。咁成個單位咧，41個平方，獨立個廚房、獨立個陽台，非常之靚仔啦。一線嘅江景啊，嗱，真係好靚仔嘅，係咪先？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再睇翻嚟單位呢個位置啦，餐台啦。2樓啦，咁並且呢度係4.8米嘅層高，70年嘅住宅可以落戶喎，仲要有書包先。我哋而家上去2樓望望先。其實佢兩層嘅面積咧係已經係超過咗40個平方噶啦。呢個房間呢一層咧係比1樓仲要大嘅，因為呢一層咧偷咗個走廊位出去，一半面積都係贈送噶啦。衣櫃、書台、床全部搞掂好晒，包裝修35萬左右嘅總價嘅啫。大家可以望望嗱，呢個衛生間，1樓、2樓都係衛生間嘅，咁2樓咧就呢個位置啦。主人房亦都可以望到一線嘅江景啊！嗱，大家望望係咪啊？景觀嚟講咧係非常之靚仔噶啦。首期5到6萬蚊就可以買一間，3間100萬。有興趣嘅話咧，評論區留言3個6。